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4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来自日本拥有8档历史，已经转型做光电加半导体产业的厂商，因为看准南科有完整的产业环节，所以选定来台南投资。上午正式举办动土仪式，市长赖清德也亲临祝贺。第一传开地平安，请来宾掌声喝彩。第二传政府顺利。日本厂商富士房代表伫市长赖清德、经济部甲南科管理局等贵宾的共同见证，正式举办动土仪式。除了是代表相关半导体产业第一个伫海外设点的公司，嘛显示台南的投资环境对外商的吸引力，已经互参像半导体、光电这款优势产业伫台南形成完整的据点。今天的动土典礼对台南来说别具意义，彰显了台南半导体产业也已经形成优势的产业聚落。从材料的台南石英、日立化成、泰晶、台湾富士，到设备的台湾应材、汉民微测、科林，到制成的春田机械，乃至于提供零组件清洗及测试服务业的昆腾等外商，纷纷先后决定在台南建立新厂，印证了本市投资环境跟相关产业聚落已经对外商形成极大的吸引力。而富士房落实投资研发，并客制化生产新型的研磨电，不仅可以有效串联台南半导体产业链，亦将使相关领域人才培育及技术转移，使本市半导体研磨电相关产业扎根茁壮。据了解，南科的半导体产业伫去年已经创下5000多亿的产值，所以今日伫日本有100年历史的公司佮进驻南科，相信对产业的发展甲市民工作机会提升，拢是极大帮助。台新闻顾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田高里防治中心上午举办防疫誓师大会，市长赖清德佮特别甲社区的职工做伙演出短剧，用轻松笑歌的方式来提醒民众爱定定摒扫旧街环境，一旦被查入积水，造成病危亡滋生，将会依法处罚。由开完国小甲北区进行的职工联手用轻松简单的短剧，提醒民众期望罚3000，宣导预防田高类的重要性。李市长赖清德也在这场誓师大会当中呼吁民众，在进入田高类的季节，应该要开始注重环境清扫，杜绝滋生源，也借机会提供民众田高类的相关资讯。今仔来到咱北区呢，原因是因为咱迄个疾病管制局，甲咱卫生局、环保局，这个监视的结果啦，现主是咱北区有超过一半的里，蚊仔的密度已经算进入危险的境界啦。安尼就表示讲真有可能咱北区民众的健康会受到威胁。惊的讲外国这个登革热的患者，若来到咱北区，因为伊身躯有病毒，而且咱社区蚊仔呢，搁遮尔济着，会去叮着这个登革热的患者，甲叮着了后呢，搁去叮咱社区正常健康的人，安尼就直直传过啊，所以咱是烦恼伫遮啦，所以今仔的卫生局、环保局，甲咱疾病管制局。特别安排伫北区，要甲咱各位里长、各位乡亲、各位志工、各位好朋友，甲大家拜托，咱爱开始拼内面啦，爱开始拼内面，
那么社区的登革热病媒蚊滋生源，这咱嘛爱好好清吼。活动最后由市长赖清德带领北区各里志工队进行天高热防治动员誓师。除了卫生局长陈仪、北区区长李煌兴出席以外，区内43位里长也拢到场力挺，共同呼吁打拼为家己，无妄上安心，邀请市民做伙来防疫。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市府文化局主办的七夕爱情嘉年华系列活动，其中由大天校宫甲复兴饭店合作推出月下老人甲巴黎铁塔下午茶旅游等系列活动，希望在中西双重祝福之下，见证每一对爱人上界美好的爱情。2017七夕爱情嘉年华由元老牵红线，伫咧浪漫的巴黎铁塔边啊，媒合了一对又搁一对爱人。这是复兴饭店甲书店大天后宫共同合作，以东方甲西方结合的方式，为爱情来创造趣味，也为每一位独身的男女创造较侪可能性。大天后宫的月老在我们台湾非常的有名，非常的有名。那这一次的七夕爱情嘉年华的活动，非常感谢我们大饭店、我们张总经理跟我们所有的同仁，大家都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支持。这条道月老不去巴黎铁塔啦是希望把西方的浪漫跟东方的浪漫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饭店真的好用心哦，把这个巴黎铁塔都搬进来了哦，这个不用出国到法国巴黎，也可以感受到巴黎的浪漫。我想总经理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用意啊，这个用意非常的深远哦。饭店也设计了一连串的专案优惠，亲像是爱情旅途大房专案，只由台南的地图设计，民众会当浪漫去佚佗，也会当祈求书店大天后宫的恋爱寓所，和恋爱路上一路顺利。同时，饭店也推出巴黎铁塔下午茶套餐，让每一对男男女女拢会当享受到甜点，感受满满幸福的恋爱。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时代变迁，原本的柑仔店差不多拢变成超商。不过，伫安南区的南兴里有一间已经超过60单的柑仔店，由原购提供饮料、金纸等等的服务。日前透过社区营造，将外墙整修油漆，敢若换上新衫同款，嘛成为游客翕相留念的新地标。为了已经超过60档的柑仔店会当风华再现，南兴里透过社区营造协作，将原本破损的墙面补强油漆，并且采画当地柑仔蜜、火龙果等特产甲高水的图案以后，想要到以外吸引游客来这翕相留念，也互假日时啊生意明显变好。因为听说这已经很久了，然后来台南玩的时候就刚好来，就想来看看，因为现在这种柑仔店就已经很少了，就是小时候才看过。然后，他要画那个墙壁啊，这样蛮漂亮的。想讲因来画啊红安尼哦，画了后有较好无哦？有啦，有较好啦，嘿啊，拢较接有学生来啦。19岁的过来安南区阿嬷王秀贵，当初时代就帮柑仔店互因经营，现在一做就是55档。虽然连骨铁化人无方便，不过也是尽量卖饮料，款东款西，成为社区方便采买好厝边。饮料尔啦，无卖啥啦，安尼尔啦。60档来超过一个时间，你即马？迄阵阮大家手是无卖像安尼啦，无卖遮济项，迄阵无这冰箱，无啥货啊。迄阵阮是拢去田啊做工课，阮大家真厝咧顾啊，阮带一寡囡仔安尼尔。柑仔店啦，啊，就遮出隔壁遮甲买啦，交关啦，啊，会倒一生活啦。啊，加做方便啦吼。对啦，安尼有变怎？哦。要被时代潮流所取代，柑仔店迄款人情趣味确实相当难得。但新闻官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延续105年社区用水流茶进行资源回收，营造成功的经验。南平里今年从里内废弃的地条变成资源回收站，除了保留地条原来风貌和后辈回忆，
嘛希望将资源分类回收的理念落实到较正确的所在。古早地条虽然现在伫正确所在拢也看有，毋过毕竟拢已经拍远。伫现在南行里透过征收，将原本内底饲工、饲猫，或是饲猪仔囝的空间保留，变成每一家资源分类回收的空间。里长表示，伫希望保留低调原貌，加上资源回收的精神，将本色变黄金。这个猪圈它是一个老旧的这个建筑物，那过去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废弃没有在使用。那我们透过这一次环保署的这个计划，我们让这个猪圈再活化，然后让年轻人呢，可以透过资源回收这个有意义的这个活动，然后来亲近这个猪圈，然后走入这个猪圈呢，就如同走入时光隧道一样，让我们了解到，原来过去的猪圈是长这个样子。同时，回收站门口嘛设立雨水回收的系统，会当让资源回收民众方便洗手，相当的大型。盥洗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在这个部分有一个设计，就是说我们收集雨水，那收集雨水进来呢，在这个桶子，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有这个有这个水可以再利用。那这个桶子我们也有做加盖，所以呢也不会就是让蚊子飞进去产生这个孑这样子。里长表示，南兴社区另外一处的低调，已经向环保署申请社区营造补助，要来设立资源回收站，除了重新活化，嘛显示南兴社区的朴实精神。电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细条。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英文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百货业者伫暑假期间推出云豹山林杜汉松创作个展。用台湾已经看袂到云豹来描写屏东卢凯族部落甲艺术家杜汉松的故事，现场阁有真侪有关动物的作品，邀请民众去感受原住民的热情，甲大自然的风味。回家的方向改变了，小时候跳水的溪河没有了。杜汉松老师伫咧台顶笑着伊怀念家乡古河地部落所创作的歌曲，也互现场的民众拢听了真入迷。这届伫咧知名百货公司所举办的动物趴趴走展，就是要互民众感受到艺术家杜汉松甲伊的故乡古河地部落的点点滴滴，甲伊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我上一代的长辈、上一代的长辈都有讲，都有交代了。我们好茶村卢凯族好茶部落的人是不准猎杀云豹。其实它有它的意义在哈。云豹它是很漂亮的动物，就等同跟我们的文化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猎杀。所以我要把这样的一个精神传达下去。那刚才明珠的问题说，我的理念，我除了把我自己在周遭在部落所看到的一些问题放在创作里头之外，我更希望就是让大家看到黑皮肤的我，原住民，我在山上的情感是多么样的，我得到的一些长辈给我的爱，我通通都放在我的创作里头。如果我没有待在部落那样的一个日子啊，我想我画的东西是没有情感的。
因为古河地部落相当尊敬大自然，所以艺术家杜汉松的所有创作拢是甲大自然有关系。伊画出动物形影，甲原住民彼此之间的情谊，想要感受原住民当年生活伫咧森林当中，亲近大自然的态度甲方式，来参观动物拍拍走，将会带予民众全新的感受。台湾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癌症已经连续35天登上台湾10大死因的第1位，所以对着癌症的诊断甲正确的分期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成大病院利用正子扫描甲超音波检查，提悬癌症的诊断率到95%左右，而且总共有9种癌症的检查会当用健保来给付。通常癌细胞会有较悬的葡萄糖摄取，只要使用正子扫描，就会当明显发现。但是成大病院核子医学部主任姚伟仁表示，不是所有癌症都有真悬的葡萄糖摄取，亲像肝癌、磷癌以及腰子癌等等，而且有高葡萄糖摄取的状况，也有可能是发炎，也即是良性肿瘤的产生所造成。为了提高准确度，可以配合超音波检查来做判断。正子扫描就只有单纯的正子，那个时候对于癌症的诊断率整体来说大概80%到85%。那从2000年以后呢，正子扫描合并了电脑断层扫描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叫做 PET-CT， 那正式在市场上展开以后呢，大家发现说它可以提高了正子扫描的准确率，大概提高到90%到95%。那当然，超音波也可以发挥小兵立大功的效果包括说我们在看肾脏癌、膀胱癌跟肝癌的时候，它可以检查出这些其实正子扫描不容易侦测出来的癌症所以整合性的一个诊断对病人来讲是一个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正子扫描这套医疗设备，常常被用来癌症分期以及侦测复发的用途，包括磷癌、大肠癌、肺癌、子宫癌等9种的癌症，拢会当健保给付来做这项检查，提高癌症分期以及早期发现的效果。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提供民众安全的道路品质，在县市合并了后，台南市政府就积极推动路边专案，而且工务局阁将乌路的资讯公开透明化，开创便民行动 APP， 让民众会当先知影到达有咧乌路，避免塞车。而且若是发现乌白违规乌路，民众嘛会当翕相检举，全民做伙来监督维护道路品质。迎着和煦的阳光，走在台南市的街道上，你会发现长期困扰用路人的孔盖不见了，台南的道路也变得更平坦。这种改变让用路人跟在地居民都超有感。过去的路一般的路吼，较早是拢乌了，铺了搁落去乌，乌了搁落去补，坎坎坷坷。自从咱罗市长上任了后无，伊就开始推动这个路平。会使讲咱伊所做过的路，会使讲足平整，因为搁一个就是3冬来拢袂当去乌，所以无论这个赛车好、骑车好，来行路拢加足安全的。这路平原来拢咱工务局会使讲拢正甲咱配合，互咱这个路平真正做了有够水的啦。坑坑洞洞的路面，左一个右一个人手孔盖，这曾经是台南市道路长期以来最令人诟病的地方。为了让民众上下班与回家的路都可以走得更平稳、更安心，台南市政府全面推动路平专案。路段选择除了重要道路外，依路面老化破损情况、交通量、挖掘频率、修补频率、
并配合其他管线挖掘期程，定出施作的先后顺序。这些是合并至今已完成121个路段，总长度约140公里，人手孔盖下地约8250个，总经费花费约22.4亿，逐步建构出完整路平路网。许多人觉得打台南走起来更加舒服自在。除了运用新工法、新措施来提升道路平坦度，更做到了跨机关的整合，包含协调整合相关管线单位及邻近建管管线协调，以减少重复盗挖，大量调降人手孔，长期困扰用路人的孔盖不见了，用路品质自然大提升。完成西坡路段更是禁挖3年，这种种的改革就是为了确保路平成效。由于道路挖掘是造成道路不平的主要原因，赖市长以道路深挖只能有色差不能有高低差的指示下，要求台南市政府公务局做到逐案接管，满足市民路平的需求。同时为确实达到现场道路挖掘监督及管理，开发出全国第一利用手机 APP 结合管线单位自主品管，来强化道路现场施工动态管理。不知道，我好像有听过，但是我还没有使用过。路平一直是公务局的重大政策，那道路上的施工也一直影响民众生活甚巨。当一般民众在道路发觉有施工管线单位在施工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公务局开发的行动道路 APP， 然后可以开启我们的路政查询的 QR code 的扫描，针对我们的现场贴出的路政进行扫描。扫描之后就可以得知哪一个管线单位，然后它的施工的期程，然后它施工的地点显示出来，表示它的路政是合法的。那如果它违法的部分，如果交委不完全，还是道路施工的种种的缺失问题，我们可以利用它这边的现地通报，然后拍摄照片之后，然后上传给我们公务局，我们可以来针对他们要求缺失改善，然后达到全民监督的功用。为使施工现场更有效率，更是扩增了远端监挖系统，透过远端监控，及时得知现场施工情形，一发现有违规即可线上查报，一有缺失也可以线上通知改善，免去拆除重做浪费。现场较为不足，马上可派员改善。现场问题可共同协调，而达到虚拟监工，以达到节省人力、成本、时间，全市全面有效监控的目的。高雄气爆以后，我们台南市有做过一些努力，比方说我们的土质建制，还有我们也很担心，我们台南市1年有1万多件的一个道路挖掘案件，怎样把道路的施工品质可以做得很好，让民众可以满意。那有了这个构想以后，我们开发了一个远端监挖系统，还有一个叫做图资查询的系统。那图资查询的系统呢，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管线单位避免去误挖危险性的管线和重要的管线，比如台电的高压电，还有我们中华电信的一个光纤缆线。那我们远端监挖呢，除了管线单位它可以到网络上面去了解哪些地方有危险性管线以外，我们的民众呢，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道路挖掘管理系统的首页去申请账号密码，然后也可以直接拿那账号密码到我们的图资查询系统里面去查，所以他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家附近有哪些管线。除了知道哪些管线以外，他也可以知道这些管线的一个属性，到底是不是有危险性。除此之外，公共管线查询运用于防灾，更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旦发生意外，就会自动产生管线单位紧急联络电话资讯，方便抢灾时紧急通知。0206地震救灾时，台南市就是利用这个系统，同时处理上千件抢灾管线修复协调案件，有效地缩短抢灾时程。路平专案及道路挖掘管理业务，在市府公务团队的努力下，100年起历年道路考评成绩皆为全国前3名，并持续开发各项创新运用，获得国内外肯定。每年中央的公共设施管线资料库管理供应系统考评，皆获得优良成绩，并接连荣获第7届健康城市及高龄友善城市奖。
第8届政府服务品质奖及2016年第7届西太平洋健康城市奖。路平专案在台南市绝对不是一句口号，这几年的改变，台南市的路平真的看得见。未来也将持续打造舒适、安全、车行路平的用路环境。台南市好好行，台南市真行。明仔载11分，中到过后天上雷阵雨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7月4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